原來看呢係800歲在都建20日的屏東嘅家東睇入800太歲蘇藏洋蔥，人哋呢記者今日去看，一次呢都建還有2隻總頭嘅奶5000千克，還有部分地區水都建係1萬多7頭，故所也隻個嘢衛生環境本人一定受理。主導草案部也打敗水很多7條案告，佢見體向偷野青奶而打通水路，造成在勉強看得到路面，也係家當飲水淺洋蔥嘅文峰村，因為體層落下去，行過北邊踢800歲在飲踢規則總頭。見目前復原嘅狀況，何彩人嘅團隊睇你哋協助，目前呢全都應該所有嘅水浪推嘅，全都嘅呢有奶醬。最頭痛都有奶醬，包括我哋黑水土、我哋排水橋，兩本有奶實定嘅。800歲在過一位就熱嘅，唔過家當也打敗，都也係嘛變強力。但農地區環境暗唔好，而變數強力難度咩當高，對洋蔥在期到一般飲水在期，乃就可能到4嘅是下降。南台灣也建議咧，日頭當辣，故所乃就粗胖胖嘅，唔面咩當時環境衛生暗唔好，驚怕會發生疫情。現在環境都做好嘅啦，哈，唔過咪如香港嚟講。安全、衛生安全的問題哈，這個魚絲哈，當時是流個大風來，唔過陸續咩嗰度是係咧魚，唔過嗰度嘢攏囤魚啦吼，病啊太久，也嘛喺嗰度造成後續衛生的問題啊。究竟體向到變數嘅時節，同時咩進行受託，政府對環境衛生有信心。目前我哋交通上話冇按你以前傳出，因為我哋見做都見受託，民意攏要受託，呢樣我哋向前嘅健康，做到哪受託到哪。家當在期也連內舊嘅變數強力做盲地，除咗整理家園，還有後續重建安置，大農地區國土重新規劃一條問題，民眾千希望係下一擺莫再飲水嘅。客家新聞羅英贊總雄秀家當報道。